今日係38國際婦女節，外長喬美蘭、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等官員發聲明，強調維護婦女權利同促進性別平等嘅重要。李永如報導。外長喬美蘭、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國際發展部長胡森同婦女部長伊恩分別發聲明，強調今年國際婦女節主題獻給所有婦女同兒童權利、平等、賦權以及每個故事中嘅力量，慶祝加拿大各地女性嘅力量成就，傾聽同放大女性嘅聲音，建立彈性包容嘅社區，為婦女、女仔爭取平等、尊嚴同機會。另外，唔再競逐連任嘅自由黨女國會議員達莫夫喺婦女節之際談及喺政府任職期間所面對嘅厭女症同威脅，希望公共安全官員能嚴肅對待針對從政女性嘅威脅同騷擾。有數據顯示，聯邦一級嘅民選官員女性唔到1/3，省一級嘅平均比例為8%。國家郵報同內閣做嘅民調顯示，本國超過1/4嘅女性經常遭受基於性別嘅歧視。